波士頓諮詢公司 BCG 發佈的2026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，2025年香港財富管理規模增10.7%至2.95萬億美元，首次超越瑞士的2.94萬億美元。香港成為全球最大跨境財富管理中心。報告顯示，2025年全球跨境財富規模增長8.4%，達15.7萬億美元，受惠市場表現強勁，多元化配置需求增加。其中，香港管理的跨境財富規模增長主要受惠於來自內地的財富增加，以及去年新股熱潮。報告預期，2030年香港財富管理規模將維持年增長率約9%至4.6萬億元，高於瑞士6%的增速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回應表示，受惠於科技創新和人工智能相關產業快速發展所帶來的財富增量，內地及亞洲地區對資產及財富管理的需求將加速增長，可以預期將為本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開創更大的發展空間。特區政府將繼續把握和推動這一波發展，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功能。